大家好，歡迎收看《村民台會》，我係主持人陳美靜。村民台會到7月份呢，持續帶您關心台灣農業嘅問題哦。到上個禮拜，您講到台灣嘅兩風危機咧，看到台灣到底係生產強度啦，係外國來進口強度吼。結果發現吼，到糧食安全嘅自主性當中發現一前提問題是講，無論台灣人也台灣畜嘅雞、鴨、牛肉豬吼，食了當到外國進口嘅米啦，外國進口嘅飼料，故所係呢種嘅進口強度嘅問題。不過呢個想到係並未生產高強度吼，係而來想用辦法好好利用台灣嚟寶島嘅土地，就更加好嘅生產出嚟優良嘅農產品嚟俾呢個全國嘅鄉親來享用吼。不過呢，呢下啲吼，始終呢種發放農藥那種嘅飼料出來以後呢，一下當到農民吼，當管使用那種嘅農藥啦，發放配料咧耕種，然後使得台灣嘅土地呢，土地酸化難用嚟變臭咧。故所同22年前就已經提出，係咪用更有機嘅耕種方式來對台灣嘅環境生態嚇做永續利用嘅發展，來行兩條路嚇。故所建議你來到嘅種嘅台灣按照烏土農業嘅故鄉，花蓮人嘅樹鳳鄉嚇，將你採提嘅鄉親，然後台灣嘅來賓共同來討論，用辦法用咧烏土有機嘅種耕種方式呢，為台灣嘅農業永續發展嚟盡一份心力哈！馬上為紹介現場嘅來賓，第一個係宜蘭大學有機產業發展中心主任黃章如，黃主任你好。大家好，大家好。黃主任好。稍等為紹介係你桃園區農業改良廠嘅秘書羅秋雄羅秘書。大家好，大家好稍等為紹介係你國內動物苗托付專家哈，亦台灣師範大學嘅法學嘅教授吳家成吳教授好。主持人好，受訪嘅鄉親大家好。好。最尾嘅來賓係你採提樹鳳鄉農會總幹事曾淑義曾總幹事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謝謝各位台上的來賓哦。那我們講，其實仲係到花蓮樹鳳鄉，其實差不多11年前開始做種係無土農業嘅推廣生產。當時哈，一開始一個產銷班有9個人哈，不過最後9個人變成只有3個人留下來。他們從2公頃的這個有機的這個生產，到現在11年過後有200多公頃啊，增加了差唔多100倍咁多哈。到底佢係用乜嘢做嘅哈？然後甚至係用乜嘢做出來嘅？然後是講緊香港內有乜嘅打出用乜嘢通路品牌嘅效應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大年首土那年局頭工業部開始機幾日嘅工作，政府掛染土上草大農，不過佢唔會不愛記掉。其實草吼，我哋觀念以為都草其實只係作物嘅一種啊。菜是得，草實做唔得，不過都係生態環境嘅一份子，相互影響缺失。適當的雜草吼，有好處。伊度咧種蔥嘅孔，蔥咧度孔嘅雜草，地個度啊，病蟲害唔會咁嚴重吼。啊，再來安尼除草吼，係講去當漿嘅時陣，去除一遍啦吼。依個草免體內度咧做配啊。其實工業部透過也係權衡農法嘅基礎者，而是到做咧阿爸將改變咧幾個政策。對呢個土愛成因咧，為親愛成因咧，加係童年回憶啦。為親泥鰍啊，老螢火蟲。結果我親土愛來去看，親摸啦，我哋倆貴重吼。有發現安徽為什麼係親摸咧啊？嘿，已經沒有那種東西，我童年的回憶沒有了。所以佢會用最友善嘅方式來對待呢個土地，結果土地空氣種出嚟嘅成果也非常空氣。你首先摘嘅，你再開嚟看啦。其實你家味道當然係講香嘅吼，不過你咧習慣用。科學一種。其實吼，小黃瓜應用是在它的表皮啊，吼，這個皮又該加吧吼。這個就是果膠嘛吼。它的皮營養都在皮啊，啲營養都在營養裏頭。
杜法链从工业部按用嘅有机农超过200户，然都和小虫有提起农费亏盘嘅生态农场，面积减有3公顷，种嚟包收塔马多也40啷种嘅作物，建起唔大农药。种嘅是有，就采本去11节，春嘅就按掉树。比如讲，农药残留率最高嘅包收，材料片就绝对有机，若无芹菜充实，包收嘅部分系完全用人工来好好照顾。农场地图兼顾嘅含有用若无肥类配器，动有生机，全台湾都有人集体维持了头要种出来嘅东西。经过农会有机物流中心嘅整合，类似有机农场、乌土农夫、机器嘅抢水果子，都是种到了头要来。当然，把高上嘅流量配送到国家体系。我哋俩拢无农作嘅，大家那收到俩菜都係真利利啊，细细啊，傾向都得炒嘅。一批都乌土环境种出来嘅作物，经过单位嘅把关验证，本人接受个天天嘅控态试口，乌土有爱嘅新纪录为健康健康。到花莲树凤来推动啦乌土有机嘅如何健康健康，当然耕耘农夫也进来见到。他讲到一开始一般有9沙9条好汉在一班保密做出3沙停停。不过10年过去咧变做8个沙我想先请教一下，现场的乡亲，你系做有机农夫，像卡数好吗？看一下有多少我们花莲的。还蛮多的那就请教我讲，你都做来分享一下吗？你都做有機烏土嚟條路按是講嘢韓國來會當辛苦麼來講咧，知道按樣做要簡單麼要哪樣鄉親來你先分享一下，好，呢位先生。我感覺，有機係涵蓋因所有農民來行嘅一條路。你認為係為咗嚟創造咧發展一條路，所以行有機出嚟。因為我從細我咪耕種人啦，我頭擺你用化學配啦，用農藥啊，你係冇用咧。頭擺就係因為化學配，然後農藥用挺多，你係耐節酸化，所以種物嘅東西就冇生產冇好，生產冇好，生產冇好，所以講我哋農會喺12年前開始推廣啲有機，機就係因為有啲遠見。有啲看法，生產嘅東西，本題是㗎，做得是到健康，是到安全，所以你認為講下辛苦也吃得是出嚟。錯。好，感謝你，好感謝。還有哪個鄉親？因為你化學配嘅東西會影響土地啦，所以我哋咪盡量用有機嘅東西啦。咁人家都感染係用乜嘢來嘅？感染係。因為我都想講一種好嘅品質就愛用頭腦。所以係當認真當實忙，要很用頭腦嘅。好，感謝兩個幫忙，好，感謝，好，謝謝各位。好，那我就要來請教我們曾總幹事剛才有2位鄉親都很肯定您在這個10多年前有這個遠見來推這個無毒這條路當初你是怎樣會想覺得說要用整個壽豐鄉農會的力量來發展無毒這有機這樣的東西，您的想法是來自於哪裡？想法就是要有提升競爭力，要有以往的農業的一個慣習農法，有別於這種方式來栽培。當然了，那我們這邊的農地是台灣平地最廣的地方，那我們就想說，以前72年開始休耕，農地都一直在變成荒田，所以我想要把我們的壽豐鄉的農業有在跟國外還有國內有競爭力的話，一定要走一個不一樣的農業。所以說，我是選擇了一種有機的栽培。所以等於說，今年是邁入第11年，你們已經有100多戶的這個有機農戶加入了。對。好，那謝謝我們曾總幹事這個篳路藍縷真的很辛苦了剛才想要請教羅秘書是講，其實呢條有2個農民都講到。要生產它優良的農產品，所以佢就先採用種有機的方式那第一，人家係關於所謂一個有機農業的創始人之一啦，就講你剛開始因為先採講用有機農業來解決你嘅農業問題，因為你嘅專長係奶嘛土壤嘛咁多啲地方可能冇咁問題，要唔要來推動有機？
那主持人讲啊，改变那个惯性农法，实在有一个困难度啦。当然，改变唔我对3方面来同大家讲下一个对环境面，环境面那个部分因为台湾即讲工商业发达度的研究的时间啊，总难免就个污染啦，污染源啊，那么人家讲，太部分农民啊，种啥耕作面积很小，人们讲做有机农业，根本循环零填污染，比污染，那个环境面目，技术面的那个部分呢，这总干事有讲过啊，技术面有机农业是所有的农产品最高端的一个产品啦，所以讲它的技术要具备很高的技术，你才有办法去做到，另外一个就讲理念面，一般的农民有办法接受有机农业理念无？我像以前都巴德啊，用家巴同家赖种都做水稻啦，家巴唔免去做，但是家赖呢去甲农场收分一单业就有机选转来了，同家爸讲阿爸，俺来做有机农业好无？家爸讲好啦，来做啦，等下时间来做啦，所以讲你个部分啊，即係講所以做农係當難，做有機農業是很較難，是錯。好。剛才想請教黃主任是講，其實你都呢種有機產業發展過程當中呀，有深度嘅了解吼。聽我講到，而呢觀念改變係當難哦，當然長期使用嗰種嘅農藥變化學肥料，土地啊酸化也非常嘅難哦。變到講酸化嘅土地嗰邊相當多蟲嘅嘛吼，所以落農藥吼，農藥進來進多吼，唔過。農藥落進到產量冇見得好，但冇落就做唔得哈，它好像是個兩難。要是嚟講，他講做有機嘅時節會有點怕怕的、驚驚的哈。咁你有冇看樣嘅問題呢？見到嗰度見到農民哈，開始睇個想，人哋不用按到農藥，不用按到化學肥料，人哋啲產品哈拿去賣，又冇按高嘅價錢，都在人哋做乜嘅，不用按到嗰度反按到錢來生產。冇可能講買按高嘅嗰度農產品。成本嗰種嘅利潤不平衡。佢所以你更加人強人都開始見來個想，講人哋係唔係用新嘅方法，又可以買個高嘅價錢，人哋咧環境又可以幫人哋保護到。佢所以人哋看下更加見到人強人去投入農業，一年咧會選擇。有機農業，因為伊呢有學習哈，伊呢有去學去農改場啊，去大學哈去學嘅呢，伊呢又有技術，然後伊呢又有安尼觀念，唔是本以前呢嗰條觀念哈安尼壓制哈，所以伊呢個容易來改變。剛才想講吳教授是講，無論係化學肥料，然後農藥哈，都唔可以係咪全部都會吐啊？嗰啲就吐哈，都係對於土地有乜影響，對於人嘅身體有乜影響，對於睇環境嚟講，有乜嘅影響咯？農藥嘅種類也改多啦嚇，我係統計下超過差不多2萬人哦。2萬人。按嗰啲夾起來嗬，一種夾起來啊很多，也是擔心嘛個東西，但係農體去用啊，用了佢會變化，佢一條曬到水飲到，你。土地都有個微生物，持續的化學變化。佢會變嘛，佢會變，佢會變做無毒嘅東西，你無相關；佢會變做有毒嘅東西，你都較煩惱，你較煩惱。對人來講係同樣嘛，你人是乜嘅，你都會乜嘅啦。你食好嘅東西，你變好嘅人；你食唔好嘅東西，你變不平嘅人。我也唔知啊，個後生嘅唔知啊，後生講，我用嘅啲我不平，路都會啲啦。落去啲，看來吸啊，來得吸啊，來唔吸啦一種東西適應你都市地度佢也會變，有的會留過久，有的佢變了以後，佢讓留下久，你也該擔心嘛個，伊個東西有農藥，有乜個東西，佢也當過，你唔係講該擔心講，你佢個土地用一多農藥啦，你降到因為你在地度嘅以前，當過係有農藥嘛？你土地用幾多農藥？有種農藥係好嘅農藥，叫佢分解脫，分解脫變咗無毒嘅東西 ，OK。但係分解無脫，因為你
都是以前有粉钙铁变做无毒的东西，没 OK， 最强的安尼啦。啊，农药也越用越多，越来用越农药越多，都无相关。叫佢变做无毒的东西都无相关的，而且含迄毒的东西，因你也烦恼。哦，安尼强安尼，也安尼也有。所以毒就分做好的毒，然后坏的毒是啥？毒就是毒，毒是毒。毒要分解毒啊，唔係分解毒。哦，變出嚟啊有毒啊，有毒啊，佢慢慢變到無毒啊。啊，原始嘅毒，安尼都唔是煩惱啊。哦，咁呢個對土地對你無影響嘅毒。好，所以變做有影響，然後無影響。所以啊，嗬，同大家嗬，要了解啦。好，來看一下呢個農藥都係用版型啦，哈！所以看到係到民國94年嘅時節，哈，呢農藥嘅賣農藥嘅錢係46億，好一路起到99年嘅時節，農藥賣有88億元多，哈！哦，農藥係用進來進多，哈！剛才像我請教羅秘書是講，唔會知道懂得影響冇？嗰種農藥吼，從46億變到88億哈，農藥嘅產業係蓬勃的發展。但是對土地嘅傷害係咪越來越強啊？農藥嘅部分吼，因為咱看佢對94年到99年嘛吼，所以講咱一差時間啊，太本總啊嘛，總啊在推廣休耕啦，吼，所以講休耕你看前幾年啊，也本身啊個增加量啊無多啦，啊但是看只97年了到99年，咱嘛政府都推廣什麼活化休耕田，係嘛？活化休耕田，所以活化休耕田咧。在一個狀況之下，政府盡量水稻，因為台灣過剩嘛，吼，所以講佢盡量冇推廣水稻，啊，總係推廣到嘛高經濟作物，高經濟作物嘅用作量啊，一般來講比水稻較高，吼，水稻較高，吼，你係日間演進啊，另外一個部分咧，因為講，咱哋嘅高經濟作物，吼，所以講，像那個氣候變遷啊，天氣嘅變化，太嚴，那個很強烈啦，吼，所以講，咱哋有錄到資料。一般嘅農民，太不總啊無寫作啊，吼，像個種梨啊個部分啊，種梨你們錄了，一聽寫作冇寫作，可能騙到來嘅。你喺民國99年國內農藥使用嘅情形，哈，你看到最多嘅呢係殺蟲劑，吼，再來係除草劑有29億，哈，殺蟲劑有32億，還有殺菌劑有22億，哈，還有一種嘅殺蟎劑有1億，哈。含個其他有8000萬，含殺線蟲劑有4000萬哈，青島嘅含係殺蟲、除草並殺菌哈。我想請教一下你嘅黃主任是講，按用啲農藥使用情形哦，該對你嚟發展咗有機產業嘅個，唔可能會不持強喎。嚟講，因為咧現象其實做得像頭下兩個高數博士案，這麼平常心來看待，懂理性嘅來看待，嘿。我哋睇個推廣有機農業吼，我哋上到嘅唔係常講，一個是咱我哋都市地區吼，對我哋嘅身體有乜個影響，唔係常安尼想，有限睇個想講，一個農藥灑睇個睇我哋作物當中吼，我哋嘅菜啦、水果嘅當中，因為路上因為會分解吼，也會影響到我哋嘅生態，譬如講伊灑下落去。乜個東西都死迄個，假使講啊吼，安尼迄個，咁安尼咧環境底下啊，都無安尼感到講，對安尼來講，因為是害蟲，安尼都是殺迄個去，毋過安尼生態都不平衡。啊，連嗰條好誒，對安尼人類來講，毋免講一塊吼，咩好誒啊，毋過伊要幫安尼殺死誒，咁安尼迄個，好誒蟲嘅壞誒蟲，總係刺槍槍，全部刺槍槍，咁安尼迄個變啊講安尼咧生態底下都無天敵。啊，一個生態嘅問題，啊，另外一個環境嘅問題，譬如講，我哋用化學肥料，又係用嘅農藥，因為會製造嗰度毒，對我哋嘅環境嚟講都會毒。唔係像我哋一台，我哋下一台，係啊，我哋沙摕我哋嘅天然淡水，我哋地下水有沒有影響？我哋嘅空氣有沒有影響？所以我哋唔係常常想到愛一家，要想到我哋嘅環境，我哋咧同我哋鄉下生活嘅嗰條動物，啊，要咩想到我哋嘅後台，所以我哋希望講，他個人盡量來推廣下，莫用農藥，莫用化學肥料，莫用除草劑。而家他個人來開始想，我哋用除草劑以後，我哋咧師傅有咩受到影響？係看我喺度睇屏東嗰度檳榔，係看奇怪，檳榔人用佢個用除草機嚟個除草，唔係用除草劑哦，用除草機。伊講吼，我哋不用睇到除草劑。我哋咧檳榔有咩上下個唔好，所以他個人開始想，
吼，开始物改变极必反之。超啊，他台湾的想要改变哈。刚才想要请教曾总干事说，其实寿丰乡的耕种面积是蛮大的，您面对这么多过去都是使用惯行农法的农友，怎么样来说服他们哈？这个从9到3人，3人到100多个哈，这个路其实是蛮波折的哈。当然是以农会的做一个农会的同事来共同努力来做一个示范哈，给这个期间示范期间，让农民来相信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哈，所以这个期间在第2年以后就是花莲县政府就来力推无毒农业的这个栽培，所以说也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的谢县长来支持这个无毒农业，所以好像给我们农会的员工的一个强心剂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农民也看着我们在做哈，真正很认真在做，所以他也很相信，所以跟着我们一面来跟他面对面的来做辅导他们，来教育他们，让他们来相信这个有机农业是正确的一个方向哈。然后那接下来就要怎么走一个通路，我们都会有跟他互相来切磋啊，希望他们来跟进。那这个当然是他看到我们各位同事那么的努力，那有结果，所以他们愿意跟着陪着我们在走这一条艰辛的路。真经无按简单啦哈，所以讲。我想请教你现场的乡亲哈，对于那种你做属凤咧做有机的农业哈，无论你系咪做有机啦哈，你的想法有乜个想来提出来吗？让大家来做分享啦建议，请听书好吗？那个乡亲了解。现在目前哈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的问题啦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花莲目前碰到的就是哪一方面的成本？就是有机方面的啊，那些成本啊。有机的是，比如说生产资材，还是说这个有机肥料哪一部分？有机肥料啦啊，有机那个什么资材那些啊。好，这成本太高。对啊。好，那保价收购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或减轻这个问题的影响？还是没有办法。你要让东西好吃的话，有没有？这种还是要相当的付出那种成本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种果树哈，种芭乐跟种高阶梨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天灾最大的问题嘛。天灾是。还有哪个乡亲？还有哪个乡亲？咱上咧转有机，但有机，但是吼，你也嘛个东西最严重，福寿螺。福寿螺。你冇法度用落去跳嘛，你种有机冇法度用落去跳。韩国，你嗰種嘛個因像咧一起啊，你講一起，我即個種，你講做前我即個一起，種有機做得，但是你變順係要配上機。碰順油係嗰種有機嘅，咩有機啊？我仲係種有機但是佢係用製作嘅，因為背多，非常強多。所以你係困難啦。只有細咪做，我們講以面臨是解困難。對。好，等下來請教推檔嘅專家哈，還有哪個鄉親？好，了解鄉親。我迄種香蕉，我是本來攏種個慣性法啦。慣性法因咧，特別土地較粗啦，差不多一甲體差不多15萬的本錢。但是咧，哈拄迄講，因咧種愛土度較節氣好，當買的都該加濕。而家講熱天的時陣，像我去年的時陣，才1公斤才5克林。而家像講咧，哈有個冬天的時陣，就買到40-50克。但是朝鮮都有在反正上高的哈，我們這個東部呀天然災害，當年都要有風災的香蕉，要有1年才有法度實行。你睇講風災半年講從條了風災的，今年都就200咯，那有來都差不多好些，1年什麼都冇得。你要想講，咱講嗰種有機的時節，有機的本錢有下哪種，差不多2倍3倍。還是講希望政府吼，咱講到推廣了有機的時節。對講從到有天然災害啊嘛個，是對資材方面，從到有機會，咱個哋補助，尼種香蕉的意願，大家都要較高。好，感謝來個先生吼，我想先請教一問題是講，台灣嗰個種八甲的反先生，其實我專做有機啦哈，不過佢講，福壽螺案度吼，就冇辦法個微弱嘅一種林田污染哈，呢一部分改良從嘛個建議本來就以反先生嘛係。安尼吼，西螺的部分啦吼，那個福壽螺吼，雖然講咱該農場啊，就針對那個部分啊，有做研究啦吼，但是點樣呢？天然資材的部分吼，效果無真好啦吼，但是經過
哈，血压的来说啦，血压就是个是一个方法啦，吼，一个方法，但是血压那个部分啊，表的时间啊，轻重要啦。哦。那讲特色按照死老母去救那表的啊，就唔是修的啦。哦，用的是按所以讲，今日那个像系观察吼，差不多有上岸一个啦，吼，那无死落去啊，有上岸一个来表吼。对细只表哦，唔太只个哦。哦。那太只表咪恐怕被塌死哦。哦。另外一个方法係乜嘢呢？係按吼無死落去了吼，莫關踢個水莫踢到啦。哦，水較少啲喂。必須吼，差唔多按唔免人落去行哦，落去行個演員講喺度腳背個腳印啊吼。哦，腳踭個地背有水就好。哦，水較少啲喂，較黏啲喂。唔是無水嘅法吼，無水都見唔即係唔電通。哦。即係唔電通吼，所以有限嘅事啊。cái phủ số nó仲一套，cái腳先講啊，溜溜嚟。哦，所以講phủ數落去佢有水啦，或者嗰個腳踭唔會落去。冇數，冇水佢冇數。哦，好。所以我以前做那個有機的時候，phủ數的防治啊，用那個方法。水比較少啲喂。咱我一個按有機基準底部啊，規定是用苦茶薄啦吼，但是苦茶薄的部分啊，要限幾幾多公斤咯？那我記得好像40公斤那樣，吼，一期是唔得超過40公斤，吼，因為苦茶玻璃個東西啊，對人的生態危害真嚴重啊。專家都係專家，馬上講出同樣隻方法嚇，希望你先協看下。廣告以後，頭下忙回答問題呢，嗰場台單來賓來回應，也向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呢先協看下，繼續來關心村民大會。土清芳，双人心头照叮当。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掩通。倒一项，敢也有别项？马文笑，目睭干，你我恋花处处正轻松，双人坐船要游港，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掩通。